咱人若的确着装作。人较善乡徛住伫一间朝细间仔的草厝，前后埕扫甲清气，内外面整顿甲好势，就自然有风雅，互人看了真清爽。若的确着外面做假山，开鱼池，挣值钱的好花目，内面摆设石椅、写石桌，创西洋式下古董米。又批评善乡的查某囡仔，若是面貌窈窕，身躯肥软，就毋免插花、抹粉、点胭脂，有自然一种的贵气，互人看了会兴奋。若的确着用金子的物件来装作，若的确着穿周端的水衫。所以不论倒一款的学者，虽然遇着艰苦的境遇，也毋通劣志，也毋通自暴自弃。伊有照道理去行，听候机会，就袂互人看毋起，颠倒互人同情尊敬。